么意思哦？因为他说《论语》其实它的篇名都是从每一篇的第一句话哦，除了子曰以外哦，比如说孔子讲，像我们的为政篇哦，孔子就讲，哎，子国先民艺术哦，就是四个名字而已哦。可是其实哦，它为政篇就是《论语》整个20篇这样子排下来哦，它其实每一篇都有它的一个连贯性啊。大家有机会呢，哎，可以去慢慢去研究，去看《论语》的话，其实可以去了解得到了。那谈到为政篇呢，好，其实为政篇哦，我们来看一下它大概的一个要旨。为政篇是承续着、延续着学而篇下来嘛，哦，学而第一哦，学而时习之哦，一直下来，一直到谈到为政。那其实学而篇呢是在讲一个学问的内德的一个修养哦，所以它其实讲的是我们一种内在哦，怎么样去修。那当然，其实《论语》大家都知道，《论语》很怎么讲，很不像什么《金刚经》哦，或者《道德经》那么的深奥。其实《论语》讲很生活的东西啊，它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运用到的，或者遇到的问题。然后所以《论语》它虽然说，哎，听起来我们可以概略这样去分，可是它其实没有讲的那么的专专专，哎，专注在一个点上面哦，它只是大略上来看，哦，学而篇呢，它其实是在讲一个内的，我去把它用出来。哦，因为讲到我们，就像我们在道场上听很多道理啊，道理大家都有在听啊，可是怎么样去把这个道理运用出来？那就是有很多的方法。所以我们要是有注意去看的话，其实在呃为政篇里面，其实像我们刚刚整篇都念过了嘛，从为政以德开始，一直念到最后面那24章那个地方哦，非其鬼而弃之哦，那个其实，在为政篇里面谈到的部分其实蛮多的哦，比如说它包含了孝，像刚刚孝的部分就谈了很多段了，孟义子问孝啊，什么孟武伯问孝啊，子游问孝，子夏问孝，哦，等等等，其实有很多段都是在谈这个孝。哦，那除了孝之外，其实还有谈到励志的部分，像我们等待会也会讲到的孔子讲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讲孔子的一生的这个部分。哦，那再来还有一部分谈到君子，比如说像小人避而不周，君子周而不避，小人避而不周，哦，君子不器哦，等等等，像这一些，我其实都有谈到君子的这个部分哦，怎么样去为一个君子？哦，那比如说也有谈到信，哦，小居无礼，大居无礼，小居无乐，这个，哦，刚刚有些念车啦，哦，念车念居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啊。
哦，这样等等，其实他都是跟我们在讲，也有一些学问。哎，我们学的有一些内德之后，那其实重点是你要把它运用出来。所以在维正这边呢，他有谈到一部分，就是跟我们谈怎么样去把它外用出来，外用出来。所以为正，所以谈到这个为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正什么叫为正其实正，大家会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听到这个正直觉反而就想到政治的其实在古时候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啦其实正的东西很广做人处事其实也是一种正那我们来先从它的篇名来看一下为正。谈到这个正这个正其实把它拆开来看，就是一个正一个文一个正一个文那意思就是什么？其实就是名不正言不名正言才顺就是说这个文就是文字就是文嘛一个人外在行出来可以当人家作为记录，可以可看到的，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文所以他跟我们讲，你要为正你要有所做人处事上，其实就是要一切都是要正名正言顺一切都要正。那这个正包括了什么？包括了我们的心要正，我们的眼要正，我们的起心动念要正那我们的言行举止呢？讲话也要有正那我们的行为身身体在做的部分，其实也要有正，要正所以因为你有正呢，所以你做出来，人家才可以服人所以为正第一句话叫什么？为正以德这是我们的第一段不过我们的选读呢是没有选到这一段我觉得只是概略讲一下所以我们的第一段为正篇的第一段就叫子曰为正以德譬如破城居其所众心共之他说这个为正你当一个为一个为正子可能你
这样子，众星拱之，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那北极星是不会动的所以就是说，当一个人你一个为政者你有这个德性的话就好比这个北极星在那边，大家会围着大家就会来就对了啦，就会来。这个道理呢，其实相信大家都可以去体会得出来的。那其实，在以前国军在周朝那个时候，他们的祭礼其实也是像这样子的。周朝他们祭礼天子是站在，就是天子进来开始祭礼之后不管是祭哪一种礼，天子其实就是站在那边而已。那其他的诸侯大夫或者那一些文武百官，要行什么礼呢？其实都围绕着天子这样子在，就是说在绕着他做这个礼仪所以这个是外在形象上是这样其实内在他在跟我们讲，就是说，我们做人处事其实就是要有这个德性。那其实德性呢，就是我们讲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情，就是德性所以一个人他要是有德性，其实大家比较愿意去跟着他。相信这个道理大家都可以很清楚了。像我觉得以前在当兵的时候，那个长官都会讲，因为我们后学那时候是当兵有当军官所以都受一些军官的教育然后那个在训练的时候，那个长官都会讲，你当一个领导者在前